啲一粒個嘅，呢啲就成品嘅 LED 嚟嘅，七劃管 LED。咁我而家就自己做一個出嚟。咁到時嘅掃描啦，可以由呢個微處理器啦，提供俾我嗰塊人手做嘅七劃管㗎。如果我將嗰個微處理器咧搬過嚟啦，搭呢個咧就係出咗各種各樣嘅字樣出嚟喎。到時先至要玩俾大家睇。呢個實驗咧，其實冇乜麻煩，最主要就係要花啲時間去砌出嚟，同埋咧咁樣譬如着住一個 set 紋啦，咁係一個靜態嘅顯示嚟喎。如果經處理器啦不停咁掃描啦，嗰個就係叫動態顯示喎。啊，呢啲係靜態顯示嚟嘅 static。多謝收睇，歡迎訂閱。